好，今年的好空比本吼，就是收嘅吼动到电影下嘅飞本咯吼。刚刚先生吼有收嘅基本呢，正经动奖呢，还有大家就谈过嘅小红帽啊、Cinderella 吼，呀就会给会改编啊，还係就會周早吼就作者给自家會有自家嘅想象，就知道呀 Cinderella 要上到用嘅啊，來做一个不同的媒材，可能有水彩，没有铅笔画，係做某種用嘅表達，係冇不同的表現這樣。每一个作者呢，他会用不同的媒材呢来表现他的创意、他的想法。那这个也是凯迪克绘本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对小朋友来讲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美学素养。你就会在那个经过画家的这些画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呢是无所不能的。就某听说一定秘书馆啊，哈，就不一定要在美术馆看高跟的画，看什么，哇，好难懂。一开始細細時節就做在啲繪本啊、圖畫書當中，就做在學習到嘛，個喺度講嘛，什麼是美學、美好呀部分。不過我看到作風吼，還有動到啊，動到某種用嘅書做在太有了，大家收給一下。好，那現在是聖誕節哦，今天剛好是聖誕節。那這本書呢是北極特快車，然後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幾本呢都是有拍成電影的，所以就有一部那個迪士尼的電影呢，就是《北極特快車》。那其實呢，它就是以這本故事呢為題材所拍攝的。那可以看出來，哇，就是在冬天的時候，這個小男孩就一直，他就是堅持相信呢是有聖誕老人的，所以呢，因為他相信，所以就有一輛北極特快車來載他，然後他就到那個聖誕老爺的聖誕爺爺的家去過聖誕。那細節呢，請大家去看凱迪克巡迴展。嗰時有動到嘅書就變做係天樣就出來。對，像那這個呢，大家應該也很熟悉，這是野蠻遊戲，不是有小朋友一擲骰子呢，然後那個就會有可怕的東西出現了嗎？所以呢，在這本書裡頭呢，那其實最早這野蠻遊戲這個電影呢，就是以這個故事書呢為出發，對，開始出現的。所以你看，那個他們家上面就做了一隻超大隻的獅子，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電影的情節。那一開始呢，其實是這個作者呢，他用畫面呈現的。這個想象安尼。對。如果沒看到動到，喺某種用，像日本看到的就係黑白的。對。有黑白跟彩色，喺某種用。如果有動到嘅熟悉吧，吼，係有某種用嘅呈現，就不同的呈現就對了。那欣賞你這個嘞，你對於這都亞哈好，你最喜歡的是哪一本繪本有嗎？有，其實呢，我很喜歡這本《三隻小豬》。三隻小豬，對，太嘎迪嘛，是大家知道的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三隻小豬，一樣是小豬三兄弟。可是這個是那個什麼很新的書啊，這個作者是大衛·威斯納。他在21世紀的時候才得獎，所以肯定呢，他畫的三隻小豬呢就要跟別人很不一樣咯。所以我們就看一下這三隻小豬呢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。就一樣，他第一隻小豬蓋了草房，然後大野狼還是來吹氣。可是這一次呢，大野狼不一樣的地方就是，這個作者的想象是大野狼一吹的時候呢，不是把那個草房吹壞了，是把這隻小豬呢吹到那個圖畫書外面去了，所以這隻小豬呢就跑到框了，對，就跑到框外了。所以呢，那接下來呢，這三隻小豬呢就想說，哎，那我怎麼樣逃離大野狼呢？所以呢，他們就把房子呢把它折起來，然後變成飛機，所以他們就搭着紙飛機呢出去遊歷。然後接下來他就去進到其他的故事裡頭，把其他故事的主角呢全部都帶回來了。這樣子，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跳痛的一本繪本，雖然是三隻小豬，可是是完全不一樣呈現。這就可以激發小朋友的想象力啊，就是哇，真挺某想象力就是。不說也還算還行哎，係冇，還蠻新的一本就對了。哇，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故事藍本，我就會吃到傳統的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，然後改編呐，還會用的某種的形式就出來。看到一樣三隻小豬，它畫得好細膩哦，對啊，就好漂亮。連毛啊，嘛個，哇，清講呢，哇，某種用的就出來。太講好，上會看到吼，青米吼要三隻小豬會有那個紙飛機。折丟出去之後，會有乜個發展？就做得來參加，來看一下廿八嘅凱迪克獎嘅繪本嘅巡迴就出嘅啊！注音咧，你知道咧？
大家就有童年咩吼，如果有绘本吼，咩冇听说诶，4年的这样可能，有懂到太年的咩青蒿啊，咩青简单呐，系啊，啊，注意你去甲有青蒿的冇？实在讲吼，我比较本人带品种上哈地方，看到一本吼 ，Hello 再见的窗口，哦，我本来上到蛮紧的嘛，就弄来不卡。哦，头摆时阵吼，我哋不卡四合院，以下办咧四合院啦。哦，我哋如阿公阿婆呢，如迄啲都冇唔錯。我哋如喺啲隔壁啊呢。係。哦，下邊呢真係哦，很風落，很風落，水上係風水，係咪係哦？睇下都上啊！有乜事情哦？從你打開來吼，都哋講下話都談得動啊呢。講我哋不講一個親切啊你啦。哦，講本來啊你咁啊不上到青島灣西時陣咧，一個童年的故事啊。講啊咁啊對我嚟講是很多的一個發絲啊。哦，故說你青蒿就會一本就抽。嘿，抽。有回想到自己去改路過就抽。嘿，萬歲時節啦，一個經過情人啊，你會想到啊。哇，真勁呢！唔講我知道也飛本吼，就土法書吼，係真簡單，做得本太家地道也故事啲講嘛嘅啊，經常你知道也繪本。就是绘本，它要傳達的有乜個意思？你就像喺美國嘅時節，佢嘅用詞用會想講，愛來拍一類安尼一種咯。那時候一開始呢，當然就是大部分獎項都是頒給文字的作者，然後在1930幾年的時候，他們就開始美國圖書館學會就覺得說，那其實陪伴小孩子成長最重要的呢，不是文字的書，而是繪本。圖畫書就是最開始小朋友最開始接觸的，就是那個還不會做了，那個還不會講話。我們都在電影裡頭看到美國的媽媽就是抱着小孩子，然後就翻故事給他，就講故事給小朋友聽。所以小朋友最早接觸的應該是繪本，所以他們就希望說，那我們每年呢就去票選。去挑選最佳的繪本呢，給他一個獎勵。透過這樣的獎勵呢，可以鼓勵呢那個畫家呢去從事繪本的創作，這樣子。所以呢，就從1938年到現在，你就覺得這精神讓人家非常的敬佩，就是從一開對，就是要做這件事，然後就是很永恆的一直做下去，一直到現在這樣子。那所以這就變成是一個很好的標杆，就是畫家呢都就是願意投身在那個繪本童話書的這個創作，然後又可以那個讓小朋友得到很棒的這些童話書，這樣子。不過你知道呀，飛本哈，因為太講家家語就剛剛沒有講到有講故的媽媽，有冇就是講故事的媽，就故事媽媽呀部分。你知道呀，繪本，因為有陣時呀繪本係冇詩誒，就剛剛有看到係冇文字誒，啊呀部分的時間係故事媽媽，你係知道太年運用嘅類。解讀也就故事本身人嘅頭腦，含起就係細人啊，佢自家做啲想象啊，自家做啲發言啊，知道也就像喺家下講嘅3隻小豬，也都係演變啊嘛個，你知道太人嘅用嘅來解讀來講故事本身人嘅頭腦。其實我們的那個公共圖書館那些故事媽媽都超厲害的，他們除了會講故事以外，他們都很會表演。所以其實很多時候，我們搭配巡迴展的活動，故事媽媽呢不是只有坐在那邊拿書講故事，他們是把它編成劇，就是用表演的方式呢來跟小朋友分享互動。啊，如果是用演出的話，小朋友就會很開心。那有一些故事媽媽就很多，其實有一些故事媽媽好像就是小學老師退休啊，或者是什麼來參與的，他們的那個觀念呢都非常的好，就會用參與式的表演，他會丟一些空間讓小朋友去讓小朋友也參與這個演出這樣子。所以我覺得整個這樣子的巡迴活動只是一個那個什麼，就是拋磚引玉，讓大家知道說，哎，有這麼好的繪本在，然後那我們平常可以接觸這些繪本，然後爸爸媽媽就可以放棄卸下心防，就會覺得哦，看書好恐怖哦，就可以。其實已經簡單咧，就對，我們可以拿着一本書，你說這英文字你不認識沒關係，你看圖你就可以想象啊，然後你就可以跟小朋友分享，然後還可以帶着小朋友去挖掘故事中裡頭的情節，這樣子，就做一個分享就抽嘅，對，就唔但將係太年講嘛，就係嘛嘅，可能太年會唔知道要在寫主嘅啲嘢做嘛嘅，係嘛嘅，就做一個互動就。
错嘅。不过唐讲也就顺序吼，喺结束高休咧，还係要動到無共樣嘅法通，像喺呀國資圖啊，都也係咩國立資訊圖書館，公共資訊圖書館，公共資訊圖書館，也就素材吼，沒有而咧，像家下有手機講嘅也係就係無共樣嘅單元，無共樣嘅主題。不過大家看睇高休咧，就會下一類學習單，家下講嘅學習單，下睇高休，唐講就會做一類凱迪克獎嘅小書，係冇？冇錯，係。我哋利用我哋4年我哋讀個寫學習單吼，地址他們講，地址5點，都有我哋參加一個抽獎。有獎品嘛吼，我哋一方面我哋會輔導一條小朋友啦吼，嚟做我哋一個做一本書，就中亞安尼一本書，這樣子電子書。這個用編用做嘅吼，貴嘅吼，帶貴嘅這個可以看咯，感覺也好懷念啊。嘿呢，還有看到也係縫製吼，也變成一本書，也係緞帶嘅縫製，沒冇共用吼，中亞一圈的，也就係橫的，係冇共用嘅就錯嘅。嗰時候就都得看到，係唔看到嘅。那一條嘅書就是要按多本有冇？係冇可能主題嘅書，你就做得寫學習單，寫好之過後咧就會塗定做一個 DIY 有冇？塗定做好之後咧就變成一本書，就捱有冇？就像捱車安琪小朋友，可能那一條嘅書呢有冇個感想啊？吼，就做得變做一本屬於咧心得成就感就錯嘅，冇一把就 content 就冇安尼。唐講也擺咩做嘅動作嘅努力啦，吼，啲也擺凱迪克嘅巡迴，唔過也巡迴吼也看到係15個點聽聽，係。算係也今年，也係去年嘅也開始就已經安尼蠻耐走就錯嘅，就會跑一整年的活動，係冇？對，就希望每一個地方，就全省的每一個地方，不管是那個縣市圖書館或是鄉鎮圖書館，只要他們願意，都可以把凱迪克繪本分享給他們所有的服務的對象，所有的讀者這樣子。尤其是鄉鎮圖書館，更是展出的一個很好的地方，因為鄉鎮圖書館就是那個。讀者小朋友或是阿公阿媽，就像給他照開一樣，早上起床就是去看報紙，小朋友放學就衝去圖書館這樣子，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行銷據點，可以讓小朋友可以到鄉鎮圖書館就可以接觸到凱迪克繪本。唔過吼，日擺啊吼，沒有收幾多嘅，就係頭擺喺台中圖書館呢，也係嗰啲共享子心圖書館、國資圖也就素材吼，沒有動到共享嘅功能，還有動到。輕型嘅書籍就啲鴉片啦，吼！啊，做啲老太家小幾下幾個 V 字啲奶咯，台中嘅奶 V 咯。我哋一個 V 睇台中市嘅五權南路嘅100號，哦，搞個簡單嘅講，你睇高等法院嘅對面，哦，你看得到嘅。按我哋地杯一萬是睇講提供青島嘅服務啦，同埋講喺虛擬之外，哈，還有實體嘅，哈，實體比如我哋因為有他們講嗰啲銀髮族，老人家，老人家佢地杯哦，用天子嘅哦，天子嘅。下胸體啊，哦，一次咩哦，你做啲田地流行嘅錯嘅。啊，以為用天子嘅昆報紙，還有實體嘅報紙，還有天陽煙，哦，還有針對關懷弱勢嘅啦，哈，他們講盲人嘅點字啦，4年嘅，哦4年，還有青少年觀眾，因為點啊，就睇地方可以啊，你這個 DIY， 這個的攝影拍照。學習拍照嘅地方。哇！嗰時候談到啊，吼，也就國資圖吼，佢真係係啲多功能嘅呢，有無共樣年齡層，就有無共樣嘅法通哦。談講地圖係較精彩、係較特別嘅東西哦。行一團後，將小嘅本大家下先來聊一下。